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阮徛咧，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要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本着比拉多面来受苦。顶是伫第摆种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哪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听过来审判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差的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请坐。咱甲来启应文第6篇，第圣诗后面1005面。启应文第6篇就是诗篇第16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对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一声，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一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三家阿头同心来祈祷，主爱人民的天父，阮感谢你，你是阮的神，也是阮的倚靠。阮的产业，你为阮固守，你伫阮的正边，阮就袂摇错。你互阮有教业的稳定，你以外，阮无福气。阮感谢你，主啊，求你互阮有清气的心，脱离遐个歹，无懒散行，会当成做主你尊贵的器具，合主你的路用。也求主煞了你的受气，将你的救恩赏赐互阮，互平安甲公义踮伫台湾这块土地上。主啊，伫这大港节期，阮的心充满欢喜，充满感谢，来期待主你的降临。阮感谢主差派你的独生圣子，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用圣洁的身躯钉死伫十字架顶，来替阮洗清一切罪过，互阮会当甲主重新来结连。阮感谢你。伫即个月，阮教会也有济事工甲庆祝的活动，求主来保守，也求主互阮利用这个活动来引带未信者认捌主。当然，伫这个年尾时阵，也互阮知影，爱数算即年来主你互阮的恩典，
阮也要将阮明年的计划甲头前的道路，完完全全交托互你，保守阮行伫主你的旨中。即届选举已经结束，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当选的甲伊的家庭，求主伫因的生命中掌权，互因伫无共款的积分上，面对每一个决策，都会当超越党派，单单行主看做正的，合主心意的，互阮的国家会当受到主你的祝福，进入主你所应允的命定。这点求主的圣神，甲阮三个弟弟，活来阮今日的敬拜，愿一切荣光归乎主。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快乐之歌。是。
感谢圣乐队的俄乐。咱三个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第25节到34节，来有汉语本新的新约圣经第44面。马可福音第5章第25节到34节，有一个妇人人，迄老12年，捌对济济医生受到济济艰苦，佮已经破坏伊所有的，若是无一丝仔利益，反转哪伤重。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伫众人中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因为讲，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对安尼，迄老念鼻子，本身知伊的病痛已经好。耶稣只是家己知有权能对伊出，就我转身伫众人中讲，治水摸我的衫。伊的学生甲伊讲：“你看见规阵人伫委屈你，还阁问治水有摸我？”耶稣变看，爱看即个做即个事的妇人人。妇人人在本身所历过，惊吓要出，就来趴伫伊的面前，拢照实甲伊讲。伊就甲伊讲：“妇人人啊，你的信已经救你。”通安然倒去，你的病全然好。圣经读到遮，即条要请新竹圣经学院的院长吴介民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目是拍败圣软。请听张牧师。各位中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拄仔入来，牧师甲我介绍，甲我讲，我的老师四牧师嘛坐伫遮，甲牧师娘。我伫新学院读册的时阵，四牧师是阮的老师，嘛是牧育长，所以训练阮遮的新学生做一个好佮尽忠的萝卜。所以确定爱看老师甲我看我有尽忠无，也有认真无。我的爸爸妈妈嘛是牧师，因为结婚。是四牧师娘的爸爸吴长老，伊伫阿妈坑教会，爱甲阮爸爸妈妈做媒人。因为吴长老迄阵是新学院的总务长，爱熟悉阮爸爸。爱是我的妈妈是南马坑人，所以就家己知影讲家己教会的查某囡仔适合做牧师娘，所以就来介绍。果然就是有即种好的委团吼。所以我嘛伫新学院嘛接四牧师做的迄个牧育长，我嘛派一个叫陈建廷来咱教会，嘛熟悉着吴长老、吴牧师的查某孙仔叫胡匡正，所以嘛后来变做是夫妻，嘛足认真的。因为我是台中中会牧师，我知影建廷甲匡正伫大道教会足认真伫侍奉的，所以这叫做好的 DNA 啦。我做伫牧育处的时阵嘛。对四牧师，迄阵拢会训练新学生，带来教会来迄个种观摩，所以嘛，过来便来咱南门教会，嘛得到咱教会同工足好的款待，嘛，互咱会当看到咱的教会安怎影响以后的教会，嘛，咱继续在做要紧的工，就是互咱的教会成做即个时代的干净。要分享上帝话语进前，咱搁一遍做伙来感谢。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光，成做阮头前所要行路的光，互阮会当领受你的话语，有心会看见。是上帝，你的话是活泼的，你的圣神的光照，互阮行踏伫正确的道路。愿你的话甲你的圣神同做工，运行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成做一个时代的干净。所以，阮今日的敬拜，阮所领受的。伫你的内底得到你的引带，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今日用这个主题吼，叫做拍败性软的，中文是叫做打败性软的。因为我性软，所以每天要常常打败自己。我们都性软，
开个玩笑，我们都心软，只是我们弱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咱大人拢软弱，而且我的脚也心软啊。你若听我即摆冷笑话吼，我的脚也心软，因为我是要软脚。所以伫一个较有见证的教会内底分享上帝话语，我的脚爱搁较无共款吼，袂使软。今仔日我用这段圣经节，拄则咱所读马可福音第5章。第5章内底讲到这个破病妇人人，因为伊身躯的软弱，致到伊的生活出问题，所以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是讲，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一摸到伊的衫，就一定会好。咱拄则咱的杨长老带咱读圣经的时候，是简单摸到伊的衫就会好。所以是一种全然的信心，迄个信心毋是一遍个有的，是已经对人、对医生、对药物，意思就是讲对受造物拢失去信心，只有转来看创造的主。咱真侪时阵拢是咧看受造物，受造物影响咱，但是袂记咧迄个创造的主，才是受造物的主。拄则学长老甲我分享到，5年前咱教会捌来去圣经学院野活礼拜。迄边100几个兄弟姊妹去甲新竹做礼拜，迄天我知影，拄则伊甲我讲，我想着讲，迄天我拄无伫咧。迄5年前的时阵，甲5年后了后，树啊、大自然拢无共款，因为咱的生命拢无共款。解决总结最重要，就是讲经验着上帝。伫对经验，对咱拄则所看的圣经内底，有解决中迄种经验上帝，认捌上帝。的体会，第一，咱一开始读圣经，通过读圣经认捌上帝，这是解决中的重要的一个启蒙。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启蒙，就是读圣经认识上帝。第二个就是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谈到耶稣基督救恩，你会当认捌上帝。第三个就是通过大自然，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你会当认捌上帝。所以野活礼拜，啥物咱有野活礼拜，毋是要大家出来佚佗，是要伫大自然认捌上帝。所以圣经学院一直在努力，互迄个校园真水。我努力的就是要互一个心意，我常常拢甲员工分享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圣经学院亲像伫天里。互圣经学院即个大自然、即个校园内底，亲像上帝的国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概念，嘛用安尼来做努力。所以第一场礼拜我有分享着讲，有一遍咱的总统蔡英文来到圣经学院，来到圣经学院的时阵吼，伊落车第一句话讲：新竹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我竟然不知道。总统甲咱讲，新竹有遮水的所在，伊竟然唔知影。其实我心内底想的是讲，你讲的，你毋捌是因为你是中华民国的。这是上帝国的，上帝国甲中华民国无共款，所以这是咱的努力。所以通过大自然来认捌上帝。第四个就是通过人甲人，无论是捌家己还是认捌别人来认捌上帝。所以咱拄则所看的圣经节，这是伫外口，毋是伫厝内，是伫人甲人中间所发生的代志。这个妇人人，伊要望得到好，互伊的性命遐软弱甲拍败。已经软弱，毋是1年2年，是12年。伊的性命已经受拍败，爬袂起来。但是当伊性命转向的时阵，无搁看伊家己，是看上帝。迄个转变是真无共款。圣经还最近在推动一种叫做艺术灵修，通过艺术来灵修。我有真侪艺术的课程，要互大家，包括圣诞节做缎带。差不多1个月前，咱伫台北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缎带，互台北市附近的兄弟姊妹有兴趣用缎带来做圣诞节的装饰。全台湾拢总开4场，逐场拢爆满，大人拢期待讲，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庭，通过咱的手所做搁较好。所以艺术的灵修、艺术的课程是一种美学。华人也是咱台湾人，足无注重水。但是咱知影讲水是足重要，大家拢足爱水的。但是咱搁歹势，但是家己穿了水无不止安尼，该搁规个生命的水对内面到外面拢真重要。
所以咧艺术的水，培养一个人有欣赏的水，嘛，互家己的生命对内面到外面的水，这是上帝创造的一项。嘛，期待咱有机会来圣经学院上这方面的分享，互咱的生命愈来愈水。所以，这种艺术灵修课程是圣经学院在推广的。其中一项，我就用伫今日的讲道内底。但是，咱来看这张图，用图来对咱讲话，但是每一张图拢有圣经的根源，都有圣经出处。亲像今日咱讲的马可福音第5章，所以这个就用这个反黑老的妇人人的故事来做图来画。请你来看这张图，你有看到这个妇人人，甲咱足大多数人拢同款，正手较有力，伊用伊的正手替大涂骹，伊的倒手伸出来要望耶稣，伊要望着耶稣。但是你做明这张图的重要是伫逐个人的手。今伫头前这个，咱看到耶稣甲伊的门徒拢无画着头啦。头是啥物形，面啥物形，画图的人是要表现出这个妇人人，伊的目睭要掠掉耶稣，要牵掉耶稣。但是其他人的手咧，你也看耶稣的手足自然随落来。但是后壁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安尼，你有看到有一个人手比安尼无？做明这张图，张牧师看到这张图，伊会体会咱的兄弟姊妹体会佫较深。伫几个月前，伫牧师进前伫加州牧会的教会，有人伫兄弟姊妹的后壁，伫人的头前举枪出来。这毋尔无礼貌，这是一种伤害。信仰的团体，永远有人的手伸出来，伫人的后壁指指点点，伫遐讲东讲西。伫遐讨厌某一寡人，这个人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军队耶稣的，伊伫迄个妇人人的后壁嘛，伫遐讲：你足讨厌呢，你挡在我的头前，我是伫军队耶稣，你想怎甲我做我的头盖？咱会当想象迄种负面的话、批评的话，拢一直咧出来。属灵的团体永远有属世的问题，军队耶稣的人永远有世间的喜好。讨厌，我讨厌你，你在我的前面，你在我跟耶稣的中间挡住了我，看起来足神圣的，但是背后有足侪自私贪婪，所以这支手比落的时阵，是比出伊生命的问题。较强的人会当安尼，较弱的人拄仔会当安尼。你是安尼人，也是安尼人。咱搁接续看第2章。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坐在壁边，通常头前会有一块碗。通常迄种的人拢在看迄块碗，看过来的人会甲我放伫碗内底放什么？这个妇人人的头前无碗，开玩笑，可能互耶稣踢走去啊。这个妇人人目睭看耶稣，行过耶稣，伊的手伸出来要望着耶稣。真趣味，伫过去20-30年来，台湾的教会拄着一个。灵魂的运动，拢叫咱手举悬悬，互耶稣看到，互上帝看到你手举悬悬。但是画图的人甲咱提醒，毋是在伫你手举悬悬，你举遐低，敢有上帝救恩；举较悬，救恩就敢有较侪。甚至伊的手互耶稣的衫冻咧。你看这张图，妇人人的手举偌悬，咱大约会当知讲差不多无偌悬啦，因为伊的身躯弱嘛，所以举袂偌悬。但是上帝的恩典永远有够，不在伫你的姿势，不在伫你的手会当举偌悬低，是在伫上帝的恩典甲需要的人做伙。第3章，咱即张因为比率的关系吼，请咱注意看，你有画无？像无你看耶稣的左手边倒手边仔遐两个个头壳顶无光圈，所以毋是甲耶稣偌近偌擘个一定有光圈。但是你看，规个伫涂骹软弱的迄个爬袂起来，迄个伊的头壳顶有光圈无？有。妇人人，伊虽然破病，伊还阁跪伫涂骹，但是因为伊较无上帝，伊亲近主，伊的头壳顶画图的人甲伊画伊头壳有光圈。兄弟姊妹，咱南门教会兄弟姊妹，你若是伫即北度内底的其中一位，你的头壳顶有光圈无？你的头壳顶有光圈无？嘛，咱拢是头壳顶有光圈的。这张图阁较趣味，破病的人
画图的人，甲伊的头壳用伊的迄种衫甲掩起来，看袂到伊的面，因为伊可能破病甲面容歹看，无水，所以无水的人惊，互你看。我怕你知道我是谁，我怕你看到我长什么样子，我就要变甲歹糊糊啊，我袂爱互你看到。所以画图的人甲扛起来，但是伊的手画出来，你啊看迄支手吼，正常咱手共摸是即种的姿势，也是安尼。但是伊的手是洗过来，代表耶稣已经行过啊，伊紧来要把握机会，所以紧来要紧摸到。伊的手苍白的手，但是有顶悬有光，光照来，互伊的手变做是有温暖的。教会亲像上帝光，带互人温暖。这福音人的手伸出来，摸到迄个穿红衫的，画图的人真趣味，甲耶稣画做穿红衫。咱台湾话讲红水乌大斑，但是红无代表多水尔定，是代表耶稣的保护，是耶稣疼世间人的热情，是耶稣愿意用伊的性命来改变人的性命。所以咱看到这是画图，你会当通过图，你有无相款的想法，你会当有无相款的体会。这张嘛无共款，这张较属于宫廷的画风。你看到中迄个主角是一个负责人，你看伊的头毛有特别洗起来，吼，有适度过。你看伊的头毛、伊的穿插，这一看到就是好野人，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就算是你是较官阶级的人，犹原会有软弱；就算是你真勇的人，你犹原会有软时的时阵。所以这个负责人穿了真好看，伊边仔。咱嘛当讲迄叫做闺蜜，也是讲伊个查某囡仔家斗相共的。遐三个人因目睭拢看耶稣，看救恩的方向。好野无好野，有钱有地位，无钱无地位，拢需要。因为伫即张图你甲看左下角，左下角有一个人乌打伞，有人讲迄是画家伊家己本身，伊伫迄个角啊。伫迄个角落，伫迄个角的所在，伊的目睭嘛在看救恩的方向，伊嘛期待有上帝的怜悯。所以无论是地位好的，也是无地位的，拢需要救恩。所以兄弟姊妹，咱通过拄则所看的图，你是有光圈，也是无光圈；你是惊人知，也无爱互人知，也是无要紧。手摕咧，犹原要牵掉耶稣，就算是有人伫你后壁在甲你讲东讲西，你嘛无得烦恼。因为打败软弱，这是咱生命最重要。打败你生命的软弱，是咱今仔日通过圣经上帝话，要对咱提醒嘛、调整嘛，互咱有无相款的眼光。马可福音第5章拢总讲3个软弱的故事。第5章其实是咧讲人要安怎伫软弱做中心来改变。第一段的故事是一个有鬼附身的，这个鬼。伫伊的生命内底，毋是一个鬼，是一大阵的鬼伫一个人的身躯。耶稣甲伊软弱，互鬼附身的身躯甲赶出去。遐个鬼走去池仔内底，遐个池仔走落海内底。池仔的火，池仔的生命，互迄个祝福临到伫即个患病的人得着好。上帝用这个trí quyền，互伊重新得着对软弱变做坚强。第二个故事是耶稣的同工管理会堂的睚鲁的查某囝破病得要死去，因来拜托耶稣甲救，甲这个同工好同工甲伊斗相共。当耶稣要去会堂管理会堂睚鲁因兜的路上，拄着这个患血流12年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伊无出声的，但是伊的心中的祈祷，后壁变做有出声的见证。伫迄个软弱的中间，变做有见证、有开力的人。这拢是对中心点软弱，但是生命拄着耶稣了后改变。所以咱今日要用其中一个妇人人的故事，伊用身躯做中心，总是身躯愈来愈歹，伊的生活嘛对咧乱袂好势。当伊发现讲医生袂当帮赞，药物袂当帮赞，所有受造物拢袂当帮赞伊了后，伊的目睭看迄个创造的主。兄弟姊妹，你的目睭是看创造的主，
也是看受造物。受造物拢真短暂，但是创造的主是永远。在咱拢知，但是咱拢真爱看这受造物。我办公室有一个同工拜六，等着我，伊甲我讲，待会我下午要去巨城。你们知新店有一句话吼，我若不是在巨城，就是在前往巨城的路。巨城是一个足大间的百货公司。第一天，3天前啦，礼拜四，一天个成交5亿，15万的新竹市的人走入去迄间百货公司，15万人走入去迄间百货公司，真侪人足爱去看遐受造物，但是当时咱会当目睭改换来看创造的主，所以咱要转移咱的目睭，咱的焦点。你若中心点改变，你的性命会无共款。这个负责人伊就是中心点改变，伊无搁软弱，伊真做坚强。伊甚至会当开喙甲人讲，我性命的改变就是掠基督做中心。所以要对这4个角度，甲咱大家三甲一步一步来看这个负责人伊的性命的改变。第一个，咱看到这个负责人，伊用身躯做中心。我的身躯足重要，因为我的身躯是上帝赐福。我的身躯若软弱，就代表上帝无赐福互我。这是以色列人传统的观念。所以我的身躯若无健康，意思上帝离开我。若破病12年，意思上帝无甲伊同在12年。所以对因来讲，迄是一种亲像咒诅。所以大拢望有上帝祝福。咱会记起耶稣有一个故事，耶稣的学生。甲耶稣做伙行，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迄个乞丐是目睭青迷。学生就甲老师问讲：老师，这个人是安怎目睭青迷？是毋是伊的爸爸妈妈犯罪，还是伊家己本身犯罪？圣经无写出来，其实迄个犯罪意思就是讲，目睭青迷是犯啥物罪，互上帝刑罚？就是当生吝啬，吝啬就是没有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你若无看到别人的需要，甲因帮衬的时阵，上帝就甲你咒诅。所以爸爸妈妈想当生，也是囡仔家己本身想当生。所以这学生在甲问的问题就是讲，到底是啥物问题？是这个爸爸妈妈当生，还是囡仔当生？耶稣甲讲，拢毋是，是要互这个人的性命，互人看见上帝祝福。青迷目睭得到医治，互伊会当阳光归伫上帝。迄个阳光是啥？就是看到上帝够丰富，感谢上帝，然后用伊的性命来学了上帝。目睭青迷的人做乞丐，拢伫遐讲本来，互我，但是伊的喙改做学了上帝，敬拜上帝。迄就是上界大的无当生，上界大的福气就是阳光归伫上帝。所以迄就是犹太人的性命的转变。所以这个人破病，负责人破病，伊的血得流。意思是上帝要帮助伊，互伊身躯健康，所以伊爱紧想方法，因为因知影血是身躯的中心点，血若无身躯就软弱，血若一直流，伊就会死去，就会无命。所以咱拢足知影，常常会有一个新闻，就是讲，这个人因为失血伤多，失血过多，翘去。你若无止血，血流掉就翘去啊，就无命。所以对这个负责人来讲，伊的性命的血一直在流，伊的人生敢有下一，咱讲还有没有下一拍，还有没有明天，咱拢唔知影。但是伊的第三期，伊的软弱，这就是生命人的本性。咱真紧个会无去，咱真紧个会消失去，因为血若停止，你的身躯就算是你的喘气，喘到无血了，又完会死。所以圣经内底写讲，血气。血气，上帝分一口气，因为上帝创造咱的身躯有血，有气有血，血气这是足重要的。所以圣经讲袂使流人的血，袂使互伊的性命。其实这是背后是一个传统文化内底的，就是讲袂使偷，你袂使偷人的血，袂使偷伊的活命。你若杀死伊，就是偷伊的活命，偷伊个喘气落去的原理。所以你袂使偷人的性命。10条戒内底第5条到第10条，拢是在讲偷摕。你爱友好是大人，
你若无友好是大人，就是饕餮。你对是大人的疼心，然后咧，你嘛偷去上帝要赏赐互你当岁寿的祝福，因为你无友好，你个偷去上帝的祝福无伫你的性命。第6条戒，毋通害死人；第7条戒，毋通行奸淫；第8戒，毋通偷窃；第9戒，毋通做假的干净；第10戒，毋通贪你的厝边的一切所有的。这10条戒咱拢足熟的，但是意思是讲，你袂使偷窃人的感情，你袂使真做人的小三小王，袂使偷窃，你袂使偷人的厝边一切所有的，包括知影事实真相。伊爱知的事实真相，你讲白贼，你就是偷窃伊了解事实的原理。所以这拢是一个背后是一种中东的文化，定在讲，因为偷，互咱失去了友好的心、性命、财产、感情，所有一切。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用身躯做中心产生出来有真多，袂使伤害别人。毋仅是偷人的嘛，包括偷你家己性命的血，不可以破坏这些心血。所以无通偷人的血，毋通流人的血，毋是即简单杀死人尔定，是包括看会见甲看袂见。所以血是身躯的中心。耶稣伊知影咱人的软弱，所以用伊的血来献祭，伊用伊的身躯来献祭，互咱会当得到挽回。拄则咱看到一个小朋友。出来点蜡烛，点第1支、第2支，咱有知影讲第2支就是准备要有多有信心，准备咱成做上帝国赢子耶稣的一份子，准备咱家己要用咱的性命，甚至个亲像马槽共款。我毋知咱搁来下晡伫有圣诞节马槽无？啊，圣经还有一个艺术灵修，就是放一个马槽一间寮啊，内底有一个马槽。迄个马槽就是写你的祝福，写你的感谢。你会当将你所看入的、你所感谢的写落，啊，然后放伫遐，然后来感谢上帝，也是来代祷。意思就是讲，一年365天，咱拢爱成做耶稣的马槽，毋是耶稣出世迄天，咱较做马槽尔定，是咱的性命。我们的生命要承载耶稣，我们的生命要像马槽一样，让人看见耶稣。伫咱南门教兄弟姊妹，你的性命，互人看到耶稣，就亲像你的性命，就亲像马槽共款，互人看到婴仔耶稣伫顶悬。因为耶稣伊用伊家己本身来献祭，用咱即摆的话叫做，即个人欠血，耶稣来甲输血。所以牧师伫18号，咱后礼拜咱有要圣餐。圣餐的时阵，牧师讲这是我的身躯，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耶稣基督的身躯宝血为着咱流。咱享受这个饼甲这个杯，是耶稣的血，搁一遍甲咱输血，互咱软弱的身躯得到健康。所以这附近人望着耶稣，其实耶稣的救恩，迄个疼的血伫伊的内底，互伊的性命受称做义。伊的身躯得到正圣，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嘛伫马槽上界重要意义。这个附近人伊的身躯好，搁加来伊个成做上帝国的感情。但是咱知伊身躯无好，嘛影响伊的生活。事件破病事件，也是你生活即马有偌侪事件影响你。你会当想象，较条礼拜刷你搭出去，有足侪代志会影响你。中昼顿要食啥？下晡要创啥？这事件拢在影响咱，事件成做咱生活的中心，影响生活的日常，影响生活的未来。特别对这附近人来讲，破病这个影响伊的生活，影响伊的日常，特别影响伊的未来。破病若无好，无未来通好讲。可以当想象，咱兜有一个人破病住院，你看偌侪人爱伫遐度无？咱兜有一个人住院，可能咱家想看讲是要开钱请人来照顾，还是咱兜啥物人今仔日中昼这段你来顾，下晡迄段啥物人来顾？咱大拢在想的遮，因为咱化病时阵影响咱太侪代志啊，甚至影响到上尾就是安怎？外面的代志，搁到内面的代志，生活环境对内面到外面拢是冲突，冲突到上尾吼，
有的人就讲啊，无莫活来死死的好啊，因为无法度应付啊，所以死路可能较紧啊。这个负责人可能伊嘛捌想过，无我莫活啊，但是对伊是想想讲，我敢真正无要拍拼一个，听到耶稣的故事，伊手要伸出来，伊要望着耶稣，所以无搁看伊的破病，嘛无搁看伊的生活，是互伊的目睭来转移来看耶稣。嘛，因为这点，伊的性命无共款，经济、财务、身份、地位，过去遐个外在形象，拢无遐尼重要啊。内面的咧，破病袂好，忧愁、看虑、压力、混乱。我的爸爸，我的阿公，我的厝邻的四大人。较早我有一个职工伫高雄有一间病院叫做软综合医院，到即摆还阁有。你若是南部的人，高雄人，就知影，迄算是伫私人的病院足大间的。我的阿公带伊即个小弟去日本读册，我的阿公读商业做银行，我的即个职工读医学做外科医生，后来伊的囡仔，我的遮阿叔，因拢诚做医生，因诚做一间综合医院。但是我阿公死伫遐，死伫迄间病院。我阿嬷嘛伫迄间病院，家己亲人的病院嘛死去。我爸爸嘛伫迄间病院入去，无阁出来。毋是即间医生，毋是即间病院歹，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中间有真侪软弱，当入去了后，咱毋知影会活还是死，破病会好还是袂好，才有真侪冲突。凡迄老的负责人有伊的软弱，破病的人有真侪会担当，足困难的，拢无法度去面对，甚至无法度透的。包括今仔日的 COVID-19 嘛共款，有真侪人还阁有烦恼，烦恼就算是确诊，又还会阁再次确诊。有人未破病，阁未破病。我已经毋知几十起啊！我每一礼拜拜三，佮礼拜日我拢爱验，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礼拜三、礼拜日拢爱验。我已经验几10起啊去啊，还阁毋捌量条线。我想讲，太敢真正我家己验的头前差不多10几摆拢叫阮的护士，因为圣经还有幼儿园，所以有护士。护士拢替我拄，到有一天讲我会晓家己拄的无拍算，我想讲无过来过半点钟，搁互护士搁验一遍，验2年外来吼，毋捌讲有2条线。有人讲你就是天选之人，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身躯特别健康。我讲我姓阮呢，我姓阮，我知道自己生命中间毋是送较好运、较歹运，是对咱一种提醒，就是讲你生活的中心点伫对。台湾有一个足经典的话叫做“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也”。你捌听过这句话无？有人听啊？你会记这句话伫对无？布袋戏啊，布袋戏。好，这句话是啥？试验文出来，砰砰砰砰，我出来的时阵，出场的时阵，拢爱讲这句。下早第一场的礼拜，咱的执事教讲，伊嘛是霹雳迷，我讲咱共国的啦。试验文出来的时阵，这句话安尼讲：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马有千里之行，无人不能自往。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不能也。严格失大火不如鸟，夜间把酒行不如蛇。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伊咧讲的讲，毋是人 A 甲 B， 是在伫上帝创造内底。虽然这是布袋戏，但是咱甲了解了，咱会当理解讲，迄是一种文学的水，嘛是一种人性历史的水。但是咧提醒咱的有限，但是对信仰的眼光，咱知影，你有搁较大的志向。但是，若毋是上帝互你迄个机会，就无法度。美国人真优秀，但是若无到迄个时间，嘛袂当去甲月球。你会记得，人当时开当去月球，迄是民国58年，1969年，人开当去咧月球，迄是几啊摆的锻炼了后开当。我在读迄历史，1966年。美国的迄种科技第一遍去咧甲月球，后来搁一遍太波咱讲阿波罗1号、2号、3号、4号，一直到14号阿姆斯壮去咧。
伊讲这是人的一脚步，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人有冲天之志，无迄个机会嘛无法度。你讲马有千里之行，千里马也需要伯乐。你若是千里马，你的贵人伫对。对这富人人来讲，伊的贵人是啥物人？伊的伯乐是啥物人？耶稣就是伊的贵人，耶稣就是伊的伯乐。兄弟姊妹，你的贵人伫对，你的伯乐伫对。愿救主耶稣真做咱的伯乐，嘛真做咱的贵人。所以这是人会当还是袂当？咱搁看一段，伊讲盐鸡，鸡的翅真大，但是鸟仔的翅真细。鸟会当飞真远，但是鸡袂当飞真远。毋是翅大的人，大的机会人，佮一定赢。野工真侪骹，蛇无骹，侪骹的行较慢，无骹的烧了较紧。所以毋是在伫讲咱甲人竞争比较，是对咱提醒，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心意。所以苏彦文是一个文学的人，伊能力真好，伊的武功嘛真强，但是伊嘛是有互人拍败的时阵。所以这是一种提醒，讲毋免比。台湾话讲，人比人气死人，所以你要气死。上帝创造拢无共款，煞免比呀。蛇若讲伊是安怎，上帝无甲我创造骹，结果伊若看讲啊，野工遐侪支骹烧甲遐慢，伊手一个就无去啊。所以这是一种创造的恶比。苏彦文的故事，真侪人足趣味。我毋是替苏彦文做广告啦，但是你看到角色无共款。中迄个苏彦文，左边应该是咱的右边啦吼。右边你看一个低帽仔，目拢冚咧，迄个叫总镜人。总镜人好代志嘛做，歹代志嘛做，拢秘咧后壁。边仔佫有，你看边仔一个左手边第二个，迄个生得较水的，迄叫苦海女神龙。听到苦海就感觉讲安尼卖好啊，苦海女神龙。像左边迄个咧，两支刺起足大支的，迄叫做啥？合尾两起的，功夫有够歹，拢死袂去的，就是有这幸运的人。上帝创造就是安尼，有的人足幸运的，有的人功夫足歹，总是过了真好过。有人功夫真好，但是一阵话就翘去。有的人一边面是乌的，一边白的，叫乌白两军。生命的角色拢无共款，总是重要是啥？写剧本的迄个人，这个人叫做黄俊雄。黄俊雄甲这个布袋戏，因兜5代拢总在演布袋戏，因写真侪剧本，迄是一种文学性的，嘛是一种历史性的，是人性的，嘛是表现出人有黑暗，有光有光明，所以这拢是人性。所以重要是迄个写剧本的，啥物人写你的剧本，啥物人写我的剧本。所以咱应该看迄个写剧本的人，这富人人伊的性命，看医生、看药、食物、看药啊，但是当来看伊人生的剧本的时阵，伊的焦点移转，伊开始看讲，我的软弱，毋是靠别人啦。我的软弱应该是靠迄个写剧本的，迄个写剧本的将我的生命改变，拍败伊过去遐个软弱，伊焦点伊的眼光看迄个创造的主，这才是伊爱深信伊挖靠的，伊深信伊所挖靠的。兄弟姊妹，你所挖靠的是啥物？迄就是你的上帝。你所挖靠的是啥物？迄就是你的主。服侍过程是一个咱的挖靠的焦点，你的焦点、你的依靠在哪里？这富人人伊就要回想讲：我12年拢安尼过啊，无效啊，所以应该爱挖靠耶稣基督。伊要接触耶稣基督，伊来挖靠耶稣基督，伊一步一步甲耶稣哪来哪近。信仰的操练是一种，咱知影一定有困难。总是咱嘛知影一定有稳定。兄弟姊妹，你愿意甲我经验到这个信仰的经验，这嘛是真侪人过去的体会吼。困难一定有，稳定一定够，是毋是？
困难一定有，稳定一定有够。你愿意跟我做伙来读无？困难一定有，稳定一定够。这种的稳定一定够，是一种信心的。这个负责人若真有信心吼，伊早个我靠耶稣啊，伊毋免12年，就是因为伊打败这一切过去伊所我靠，这拢无效啦。焦点移转，眼光移转，较伫遐看到创造的主。若无咱通常会看讲马偕医生若无效，歹势若拄啊有马偕吼，佮来看啥荣总哦。以前阮伫神学院，若毋是去阳明医院，就是爱走去甲荣总，有大家上来马偕。甚至上来台大，后来有一寡学生住伫内湖，拢送去内湖的三总。真侪好的医生，但是嘛有伊无好的时阵，困难一定有，总是上帝恩典，实在伫咱愿意伸出手。无过是时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能，毋是伫遐伫惊负面的，是咧看伫上帝凡事拢正面。兄弟姊妹，咱知影，上帝创造真趣味，有光有暗。暗的时阵是叫咱休困。上帝创造，互咱目睭真趣味。你看你家己的目睭，乌的人甲白的。上帝创造咱，互咱的黑的瞳孔看到多彩多姿的上帝的创造，用乌的目睭人看到世界的丰富。你的乌的目睭。是毋是还搁在看乌的、看人性的负面？毋免搁看人性的负面，是看上帝创造。因为你知影，人就是软弱，看伤侪软弱，你就甲我共款，我们都心软。但是你若看上帝的丰富，你就知影这个世界毋是拄啊单单迄个污点尔。所以这个负责人伊眼光转变了后，伊伫遐看到讲，我要来找耶稣，伊的性命改变。但是伊得到医治了后。安尼故事无煞，毋是讲安尼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毋是。耶稣爱伊讲出来，你好无够，爱搁较好，互别人嘛对你搁较好，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你会记这上帝创造第一天拄啊光甲暗，上帝讲伊的创造的光甲暗是好。第二天的创造咧搁较好，第三天愈来愈好，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上帝看伊创造每一天拢好，一直到第六天，宇宙万物拢创造了后，上帝讲非常的好。兄弟姊妹，创造的故事到今仔日犹原在继续，咱拢是创造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上帝创造就是对看起来拄啊真简单，光甲暗，但是后壁愈来愈多。过去的日子就亲像第一天拄啊足简单的尔，第二天加挂，第三天愈来愈好。咱就是迄个非常好，所以故事无停留伫这个负责人讲身躯好啊，就下课啊。无，耶稣讲你爱讲出来，等于甲这代志拢讲出来了后，边仔人定讲哇，原来无声演一出戏，笑春台得着好。耶稣讲啥物人蒙我？头前这段无讲话，后壁耶稣讲上蒙我。耶稣的问题一定讲。老师，你是咧讲啥？大家客来客去，你咧讲上蒙你，因看的是表面，因无看到内面。内面的比外面的世界搁较大，内面的上帝恩典比因看的伫迄个下来下去、客来客去搁较大。因为伫迄个下来下去、客来客去的时阵，上帝恩典就伫迄内底出现。所以这负责人讲。下来下去，客来客去，伊的身躯得到好的故事，讲出来了，大家讲，原来上帝恩典超过咱所看会到的。是伫无讲话的时阵，暗醒的祈祷，总是这个负责人对无讲的话，到讲出来的话，其他的人拢 happy ending， 大家人拢做伙快乐，享受着迄个上帝祝福。兄弟姊妹，那么邀请人来做礼拜，圣诞节就是一个做伙分享。Happy ending 是一年的结束，但是是新的日子的开始。所以，这个信心的负责人，伊已经外面遐身份地位、惊人知的代志，伊拢无搁烦恼啊。伊内面的烦恼、惊吓、惊会死，遐会惊无钱，总是这些拢成做伊的信心的堆叠。圣经含义叫做新竹圣经学院，简称竹圣。
佮亲像台神、南神、玉神，但是主神是建筑神圣。建筑神圣意思就是信仰是一直咧塔起来。这是别人的经验，我的经验，伊的经验，咱南门教会经验，咱做伙塔起来，这是一种上帝恩典的见证。主圣的过程是一个基督徒的追寻之路。基督徒是一个不断地敲找上帝恩典，一直咧塔上帝的经验。这种的得到伊治恩典的帮助，这是一种奥秘。你有谈过上帝恩典的奥秘无？上帝救恩的奥秘，这个功能，有人人听过，所以才会来找耶稣。当伊望到耶稣的时阵，迄个功效就走出来。迄个功效就是伊的身躯的血流马上止。所以当伊内底停起来，伊的喙开始讲，无搁伫遐怨叹伊袂好，伊是要讲感谢主，我得到医好，改变生命的奥秘。耶稣知，破病妇人人同事才知。总是当因讲出来了后，大家就说：哦，原来你本来伫遐跪伫遐手伸出来，即摆你徛起来，望着耶稣，你即摆会当喙讲话。伊遐信心的软弱，伊拢甲拍败。毋是靠伊家己本身，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结尾兄弟姊妹，伫你的生命内底，咱的疫情直直咧刷，尤其今仔日咱点到第2期，是准备的，是有信心的。咱应该伫遮个点到的光内底，互咱去面对咱生命，创造咱的，要互咱安怎佮继续发展。新的一年，咱的教会要安怎向前？特别咱的教会要庆祝70周年，今年嘛拄啊好。9月份嘛是圣经学院设校70周年，70周年是一个反省上帝恩典偌济，未来的年日咱要见证上帝恩典偌济。南门教会是一个培养祝福真侪人的所在，包括我嘛捌伫遮得到祝福过，带新学生来，看到新学生伫咱南门教会实习，得到大家看最好。钟祖亮牧师就是盐山派来咱教会，甲4牧师、牧师娘同工伫遮做团队，后来留落来。祖亮伫台神，我看伊对读基督教关顾协谈，后来上帝感动伊，佮读道硕，所以上帝互伊通过无相款的训练来伫咱遮，得到咱的接纳，伊嘛伫遮做表现好。伊若表现无好，咱袂甲留，伊有认真，伊有伫伊会当做的部分。所以，咱拢有上帝恩典，总是咱永远有无相款的软弱，总是恳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做互别人无搁血流，伊的生命会当健康，无搁软弱，这就是咱的教会所做的最好。拄则我讲的，咱包括匡正牧师娘甲建庭嘛是伫咱遮做神学生，所以甲匡正熟悉。我拄仔甲学长老讲。我捌匡正是搁较早，匡正伫华新中学咧做老师的时阵吼，带因的学生囡仔来新学伊报佳音，我毋知安怎联络，讲个找我，我个带遮个华新中学的老师甲学生，过去新学伊的老师的厝报佳音。遐个囡仔嘛感觉真趣味，真好耍，老师嘛趁机会甲因传福音。毋是报佳音好耍，是咧佳音对生命的意义。迄是我熟悉胡匡正老师。第一遍的体会，伊甲另外一个智商的老师吼，做伙嘛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做伙带学生去报佳音，真趣味。对华新中学行甲新学院几分钟的时间，但是遐几分钟的时间，就影响遐青年人，互因了解福音的意义。愿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你拢会当真做报佳音，带人入捌上帝，互生命的软弱无搁看软弱。是看耶稣基督最中心。下面咱有3分钟的影片，我请咱的同工替我转过去，来看圣经含义的3分钟的影片，无款奉献的影片。多谢。咱学院伫每一学期规划的课程，甲邀请的讲师，拢用祈祷的心，毋茫借这诚做传道者的利益，伫草原无形的服侍中，通过上课，互牧会生活更加有活力，更新互调的心有真情。
互咱的身躯甲心神伫灵修甲进修了后，一直更新，将课程即个目标带动去教会分享，互教会众兄弟做伙成做伊伫即个时代变做有活命的。上过课的传道者捌安尼讲，感谢上帝，圣经学院提供的课程，互教会传道者得到真好的资源甲帮助。咱听到这个话，是反映咱学院的课程毋但有理论，也有实践。除了每学期斟酌规划互传道者在职进修以外，咱学院也有基督教灵性课程的规划甲教学，对咱的组会到地方教会拢有实质的帮助。另外，咱学院也借着艺术，成做灵性形成的管道。每年圣诞节，大多数教会拢尽心尽力在布置，总是较无注重受难日，也是过完节。咱圣经学院今年有特别设计一套对受难日到过完节的布置，互会友通过这艺术品产生对信仰的想象力，对受苦甲过活更加有灵性的意义。咱学院借着合办的课程，丰富真理的学习，以及灵命的更新。70年前，对上帝来听，感动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师，阁有北美的教会兄弟的奉献，接起做咱圣经学院。宣教师甲台湾的同工做伙做工，互校园成做神圣的空间，建筑物充满基督的香味。咱学院全体会伫这个时代继续努力，亲像乳香的见证甲服侍。咱毋但提供教会一个优质的教育场所，延续信仰的造就。虽然有受到疫情真大影响，又完无放弃每摆服侍聚会。无论是教会或机构，需要同款的教育训练，就是提供圣徒组织敬拜的礼拜堂、团体小组办活动的空间，包括这甲大等等，拢会当达到咱学院的理想甲目标。我愿意献工、献时间、你献金，这是咱教会真水的传统。邀请你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大道甲奉献，多谢。其台咱的教会嘛有机会，无论也是咱兄弟姊妹，恁也有机会来甲新竹，请你来圣经学院，上无咱会当互相分享，啊，我会当泡一杯咖啡，咱的咖啡机嘛是人奉献吼，迄台咖啡机差不多要40万，是一种专业啊，所以有机会，互我会当邀请兄弟姊妹，啊，咱做伙会当讲上帝伫你生命的作为。搁一边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来祷甲奉献，咱做伙来感谢。主啊，感谢你，你的话是活泼的，你所想事，互阮的生命是丰富的。主啊，当阮看阮家己软弱的时阵，阮有讲袂出真多的怨叹，总是当阮的目睭转换，是看伫上帝创造的主，就阮的生命有搁较侪超过阮所想的到的机会，祝福阮。通过阮伫南门教会做伙来干净，愿上帝你的恩典继续成做阮生命的光灯，帮助阮跑走有力，互阮会当伫大都市、伫台北，阮的生活成做基督的香味。祝福阮伫准备圣诞节活动的时阵，也阮家己准备阮的心，成做基督的马座。愿你出世伫阮的生命，愿你祝福伫阮的家庭，愿你的恩典。成做阮南门教会帮衬，祝福阮伫阮的牧者、阮的同工互相鼓励，阮会当成做基督伫即个时代干净。2000年前，通过软弱的负责人做你的干净；2000年后，阮由愿欢喜做上帝国的干净。求你祝福。
求你看阮最好。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就三个来敬圣回应的诗，圣诗第160首。叫我需要主，请起立专首。请坐。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叶丰义、陈一如执事来书献。
济。这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咱点着代表准备甲信心的第二期节，互咱的心准备好来迎接主基督的降生。今日也是新约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院长阮介明牧师前来本堂正道请安，咱用泡泡啊甲来欢迎。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圣经学院的事工。第二点，今日礼拜后第6楼要召开小会，请长老参加。第三点，12月18号要举行今年上尾一届圣礼典、圣餐礼拜。若是有志愿要受洗、信仰个别的专职的，也是幼洗兄弟，请经服务师来知影。第四点，大港节灵修读经默想已经对12月27号开始吼。要参加的兄弟，请用手机来扫描这个 QR code 报名吼，逐工就会收到这个连结吼。第5点，主日是关怀艾滋的奉献主日，请大家关心这群社会的边缘人吼，为因来代祷奉献。6点，主日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来参加。第7，要订圣诞歌的兄弟，请黄世涵干事来登记吼，登记加到今日为止吼。第8点，圣诞的庆祝会要第12月24号、12月24号拜六下晡3点半举办吼。下晡6点是爱宴吼，参加费用是1人100块。具体消息，请咱所敬听的家人祝美姊妹，就是家政啊、技术甲艺正义团队的妈妈，在12月26号安息主怀吼，享年87岁。个别礼拜已经安排在12月16号拜五上午10点半在礼宾来举行。愿主安慰夫妻遗嘱。来到事项，第大港这期请为着人类用疼甲宽容来相对待全世界各地和平来祈祷。第2点，请为着新竹圣经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甲事工来祈祷。第3，请为着咱圣诞节圣歌队的娱乐礼拜以及各团契圣诞的筹备工作来祈祷。现在我较无资料，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这个新来的人。那看下礼拜煞请老的吼，有机会通甲大家来交会。两项代志，第一个就是咱大港节即马进入第2主日，拜托周报你摕倒去吼。咱遮所有逐工为今仔日明仔载开始的这灵修资料，你嘛会通通过连结听往听这个关系大港节逐工的灵修。差不多10分钟、6分钟尔吼，所以请咱的最后一项是，我有一点仔希望，就是咱的手抄圣经，我们推了1个月，我们现在还有4份吼，剩下不多了吼，望今仔日拢甲伊结束。如果你没有抄圣经是足趣味的代志吼，望今仔日有4个志愿者会通去甲认领这个圣经大概到过年了，咱才要收倒转来，所以还佫有足长的时间。欢迎你来认领这个圣经吼，好，多谢。三个来因祝福的诗，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
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出世伫马槽，定死伫十字架，总是所赏赐予咱世间人有永远的活命。愿天父上帝无限的疼叹，圣神的相通，也会甲咱逐人的感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阅读、闭会。